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6月13日嘅美東時間下午5點。美股今日玩緊冰火二重天啊！三大指數齊齊腳軟，道指插咗1.79%落到42,197.79點，標普500都跌1.13%收5,976.97點，納指就軟1.3%報19,406.83點。不過能源板塊真係威到盡，好似休斯頓能源 （Hughes） 癲升119.19%要熔斷，美國能源 （USEG） 都爆上90%，西方石油厄士跟升3.78%，成個板塊狂飆4.2%，創3個月最勁。聽講係中東局勢緊張同埋頁岩油公司全併購消息扯高價。琴日仲係科技股天下價，甲骨文 ORCL 業績靚仔彈7.69%，標普仲衝上3個月高位。點知今日風向突變，啲大科技好似食瀉藥咁，輝達 NVDA 跌2.09%，亞馬遜 AMZN 挫0.53%，蘋果 APL 跌1.38%，而特斯拉 TSLA 就升1.94%。市場消息話係聯儲局議息前有人食糊套現，尤其 AI 概念股升得多回下氣啦。仲有兩大痛點要留意，第一，航空股全軍覆沒。美國航空 AAL 插4.8%，聯合航空 UAL 跌4.43%，連帶波音 BA 都連跌2日，再冧1.68%，主要驚油價升穿獲金價。第二，中概股都腳仔軟，納斯達克金龍指數跌2.74%，金山雲 KC 最慘烈瀉6.75%，電動車三寶齊齊跪低。展望聽日，市場要盯實夜晚8點半出爐嘅零售銷售數據，預期升0.3%，同埋下星期聯儲局議息，而家加息0.25厘機會率38%。短線嚟講，能源股仲有冇力衝？科技股調整完未？真係要睇實油價同埋下星期嘅通脹預期數據啦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